续来看这件有这个蒸汽国王之称的 TD668 火车头，顶个月23号搭配着游轮式的彩绘列车，为花莲一路驶到新竹。有不少的铁道迷专工走到花莲秀峰乡的志学北滨高道，近距离来翕相录影。但是有人违规闯入去哪吒内底，真危险。有一位女孩子哈，她火车都还没通过哈，然后她就钻进了那个栅栏底下，就直接站在栅栏里面，就直接拍摄，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动作哈，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，也容易造成就是行车事故。铁路警察局已经来掌握到这个女子的身份，会通知伊到案说明。讲这种下看到栅栏的行为，违反着铁路法，相关的得罚款5万块。代替嘛，呼吁着铁道迷伫咧翕美景的同时，嘛要顾着家己的安全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